台北党团去年推动财违法修法，不过财政部最近公布起算了的分配款金额，有几个县市呢本地的钱却是平英国搁较少，引起地方的反弹。今仔日15位的南北县市首长就做伙开记者会，要甲中央讨钱。 台中市长卢秀燕领军15个南北县市首长是排一排，做伙伫台北市对新版的财委法和补助款的争议，甲中央政府来发话。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放下屠刀，放下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和分配款的屠刀。中央不应该要集权集钱，借着补助。 然后背个各县市政府的施政，这是不道德的。地方政府无所适从，也没有办法精准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。今天我们站出来，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，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，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，看中央的脸色。 台北市长周万安火力全开大骂中央，15个人是以联合声明提出3大诉求，包括合理分配统筹分配款、一般性补助款，和一般性补助款回归公式的折算，和保障已经核定的补助款。另外，行政院讲南北推动修法的新版财委法有公式的错误，代表同市长周善政内的副市长无法度认同。算来算去，我认为这个公式没问题的，他只是他硬要说他有问题，找麻烦，不想给你钱，就是要。 扣下来，不容否认的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在公式的设计上面，分母的确有一点瑕疵，所谓的分母的误差。另外，行政院提出修法，到立法院来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，公式的分母应该透过修法来调整。民进党籍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建议财委法应该第2摆修法，让大家县市拢有公平的对待。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立法院听到各个县市的声音后，大家能够更严肃的来面对财划法的修正。地方的首长们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，他们先行讨论过也好。那本周内我会分时间邀请他们来。 就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式要怎么来处理？行政院导演台承诺，这礼拜内会邀请地方政府做伙来参详解方。财政部是指出讲，新版的财委法分配公式有分母计算的问题，财产税数位无清楚，含乡镇分配欠位的3个问题。后边两项已经参考地方政府的意见做计算分配，但是分母是现行法律明文规定，同款嘛是要透过修法的定数来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